大家最近係咪成日北上掃貨先？自從兩地全面通關之後，每逢週末或者公眾假期，羅湖、落馬洲，仲有深圳灣口岸真係人山人海，簡直係老幼咸宜嘅國民運動。大家上去除咗食酸菜魚、飲手打檸檬茶，最鍾意就係去超市或者街市掃貨，覺得嗰度啲嘢又平，種類又多，仲要有嗰種掃街嘅快感。不過我今日一定要喺度同大家兜頭淋一桶冰水，因為最近海關嗰邊真係執得好嚴，特別係針對臘腸、臘肉呢類加工肉類，或者係生肉、雞蛋。如果你仲以為用個真空包裝袋抽晒啲空氣出嚟，海關就查唔到，或者以為幾條臘腸仔係小兒科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最近海關公布咗數據，單係呢一段短時間入面，已經有超過500宗港人因為帶貨過關而賴嘢嘅實錄。呢啲唔係普通罰錢咁簡單，分鐘係要留案底、上法庭㗎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大踢爆海關依家到底用緊啲咩黑科技，同埋話俾大家知點解真空包裝根本係自欺欺人。講真，依家北上消費真係成咗一種生活方式。2024、2025到咗依家2026，呢股熱潮完全冇減退過。大家上去掃貨，心態通常都係話呢袋臘腸喺香港買要成100幾200蚊，深圳街市幾十蚊就有交易，仲要係即場灌製，幾香幾新鮮啊！買返去送禮或者自己食都好划算。於是好多人就會諗計點樣帶返落香港。最常見嘅做法就係要求檔主幫手抽真空，覺得真空咗就冇味，海關啲狗聞唔到，或者覺得真空咗就等於熟食。如果你係咁諗，咁你真係太天真、太傻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法例。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《食物業規例》入面嘅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辦公室令，所有輸入香港嘅肉類，不論係生定係熟，定係加工過嘅臘腸、臘肉、火腿，只要冇官方證明書，通通都係違法。好多人有個誤解，以為煮熟咗就帶得，其實唔係㗎。雖然法例對熟肉嘅定義有少少空間，但海關同食環署嘅執法標準係好嚴格嘅。特別係臘腸，佢雖然經過醃製同風乾，但喺法律定義上，佢依然被視為未完全煮熟嘅肉類產品，因為佢冇經過高溫消毒處理。所以你帶臘腸過關，性質上同你帶生豬肉過關係冇分別嘅。咁點解海關依家會捉得咁嚴呢？呢度就要講到佢哋嘅黑科技啦。以前我哋過關，可能覺得海關只係隨機抽查，或者靠對眼睇下邊個神色慌張。但係依家係2026啦，科技進步到你唔信。第一件利器就係新一代嘅智能 X 光掃描系統。以前嘅 X 光機可能只係睇到形狀，但依家啲機具備咗 AI 人工智能圖像識別功能。海關個數據庫入面有成千上萬種違禁品嘅影像，由槍支彈藥到一條臘腸都有。當你個行李過機嗰陣， AI 會自動對比影像，如果發現入面有疑似肉類嘅高密度組織，個熒幕就會自動框住嗰個位，提示海關人員。就算你將啲臘腸菜喺衫入面，或者用錫紙包住，甚至放入奶粉罐， AI 都能夠透過密度分析，一眼睇穿。第二件黑科技就係毫米波人體掃描儀。以前海關要搜身係好大陣仗，但依家喺一啲主要口岸，佢哋裝咗呢類掃描儀。你行過去唔使脫衫，部機就可以產生一幅人體嘅 3D 圖像。如果你腰間纏住一圈臘腸，或者大腿內側貼住幾包臘肉，喺掃描儀面前係無所遁形嘅。佢唔係睇你件衫，係直接掃描你身體表面同衣物之間嘅空間。所以網上嗰啲所謂藏屍式帶貨教學，喺呢啲黑科技面前根本係笑話。除咗科技，仲有海關嘅元老級功臣搜查犬。好多人以為真空包裝可以封住氣味，其實係錯嘅。狗嘅嗅覺靈敏度係人類嘅幾萬倍，甚至更多。真空袋雖然抽走咗空氣，但塑膠袋本身係有微孔嘅，氣味分子會慢慢滲透出嚟。
對於受過專業訓練嘅檢疫犬嚟講，嗰陣辣味真係香氣撲鼻，遠遠就已經聞到。最近嗰500幾宗個案入面，有超過30%係由檢疫犬立功捉到嘅。你以為你包咗5層保鮮紙加3層真空袋好穩陣？喺拉布拉多或者比格犬面前，你只係移動緊嘅肉乾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，哎呀，捉到咪充公咯，大不了罰幾百蚊。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就真係太樂觀啦。以前海關可能係以警告同充公為主，但依家執法方針係零容忍。一旦被捉到，海關係會根據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辦公室令進行檢控。一旦定罪，最高刑罰係罰款港幣5萬元同埋監禁6個月。你以為5萬元係嚇你？最近真係有案例係罰咗成萬幾2萬蚊，而且最攞命嘅係呢個係刑事罪行。一旦被定罪，你就會留有案底。大家諗下，為咗幾十蚊、幾百蚊嘅臘腸，搞到自己留案底，值得嗎？留咗案底之後，你以後申請良民證、去外國移民，甚至係去某啲大公司見職，都會受到嚴重影響。特別係後生仔，如果因為想帶啲好嘢食俾屋企人而留咗案底，個代價真係大到無倫。喺嗰500宗實錄入面，有一位60幾歲嘅陳婆婆，佢就係喺深圳買咗2斤臘腸上返嚟同孫仔食。佢話佢一世人都未入過警署，點知喺羅湖過關嗰陣俾人捉到，最後要上法庭。雖然最後法官睇佢年紀大判咗緩刑同罰款，但嗰份驚恐同羞愧令到佢成個月都瞓唔到覺。仲有一位30幾歲嘅後生仔，幫朋友帶咗幾盒包含肉類成分嘅月餅同埋幾條臘腸，結果被控走私肉類，搞到佢依家連份保險業嘅工作都可能保唔住，因為公司要調查佢嘅刑事記錄。呢度仲要特別提下，好多人以為帶熟食就安全，例如有人喺深圳買咗隻炸雞，或者係熟嘅滷水鵝，覺得煮熟咗就唔驚啦。其實海關同食環署嘅指引寫得好清楚，如果你帶嘅係冇官方證明書嘅熟肉，雖然風險比生肉低少少，但如果海關人員懷疑嗰樣嘢會帶入疾病，或者佢無法即場判斷係咪完全煮熟，佢依然有權沒收同埋檢控你。尤其是禽流感高發期，所有家禽類產品，無論生熟，都係高度敏感。大家可能又會問，咁我見到好多代購，或者有人成車咁運落嚟，點解佢哋又好似冇事咁？呢個就係資訊差啦。嗰啲大型嘅物流，佢哋係有申請進口許可證，同埋有內地官方發出嘅衛生證明書嘅。我哋普通市民北上掃貨，根本冇可能攞到呢啲文件，所以人哋帶係合法，你帶就係非法。我想再講多啲關於嗰500宗實錄入面嘅細節。海關發現，依家嘅走私方式真係五花八門。有人將肉類收埋喺嬰兒車底部，有人將佢放入空心嘅大西瓜入面，甚至有人將臘腸切碎，塞入去茶葉罐入面。但係我要話俾大家知，呢啲小聰明喺大數據同 AI 面前，真係好似透明咁。海關依家仲會利用大數據分析，鎖定一啲頻繁往返兩地，但又冇正當商貿理由嘅人士。如果你一日行幾轉，或者每逢星期6日都係固定時間過關，你喺系統入面就會變成高風險人士，海關抽查你嘅機率會比普通人大好多倍。另外，大家唔好以為少量就冇事，喺法律面前，冇所謂少量就可以豁免。雖然執法人員有酌情權，但依家嘅風氣係執法從嚴。就算你只係帶一對臘腸，只要被揀中抽查，程序就要照走。如果你態度唔好，或者試圖隱瞞，海關人員係絕對唔會對你客氣。其實點解香港政府要捉得咁嚴？背後其實係為咗公共衛生。內地雖然都有監管，但係各類肉類疾病，例如非洲豬瘟、禽流感等等，依然係存在風險。如果呢啲病菌透過未經檢疫嘅肉類傳入香港，對香港本地嘅農業同埋市民嘅健康會造成好大威脅。2019年嗰陣，非洲豬瘟搞到香港豬肉貴晒，大家應該仲記憶猶新。所以
唔好覺得海關係針對港人掃貨，佢哋其實係做緊守門員嘅工作。咁如果你真係好想食國內嘅肉類產品，應該點做？好簡單，一係就留喺深圳食飽佢再返嚟，一係就去香港一啲信譽良好、領有牌照嘅進口商度買。雖然貴少少，但買嘅係安心，同埋唔使驚留案底。如果你話香港嗰啲唔係嗰隻味，咁你就要衡量下，嗰隻味值唔值得你用5萬蚊同埋一個刑事紀錄去換。我喺呢度再次呼籲各位北上消費嘅朋友，掃貨嗰陣一定要保持理性。見到啲臘腸、臘肉、走地雞、生雞蛋，無論佢哋包裝得幾靚，個老闆吹到幾安全，你都要堅決講不。唔好聽嗰啲檔主講，哎呀，我幫你抽咗真空，包保過到關。人哋係賣貨嘅，你被捉到佢又唔使負責任，最後受苦嘅，要上庭嘅，要留案底嘅，係你自己啊！最近仲有一種情況，就係網購或者集運肉類，好多人喺淘寶或者拼多多買咗臘肉，然後用集運落香港。我要話俾你知，集運公司嘅倉庫入面，海關一樣會帶埋狗去巡，一樣會有 X 光機檢查。一旦發現，集運公司會直接交出你嘅收件人資料，到時海關可能唔係喺口岸捉你，而係直接上你屋企揾你，咁樣仲大鑊。喺呢500宗個案入面，其實好多人都係一時貪心或者一時大意。有一對後生夫婦去深圳行山之後，順便買咗少少農家自製嘅臘肉，結果回程嗰陣被捉到，兩個人喺海關室入面互相指責，最後仲要分開被落口供，成個原本開心嘅週末就咁毀咗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，真空包裝唔係護身符，黑科技無處不在，法例係無情嘅。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：第一，臘腸、臘肉、生肉、雞蛋等，不論生熟，只要冇官方證書，帶入境就係違法。第二，真空包裝呃唔到 X 光機，更呃唔到檢疫犬。第三， AI 人工智能同毫米波掃描係海關嘅新武器，你藏邊度都睇得到。第四，刑事紀錄係一世嘅，唔好為咗幾百蚊食物去搏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去旅行、去掃貨係為咗開心，為咗放鬆。如果帶住一份擔心、一份冒險嘅心態去過關，其實已經失去咗掃貨嘅樂趣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下次北上掃貨嗰陣，可以互相提醒身邊嘅親戚朋友，唔好再帶肉類過關啦。香港大把好嘢食，何必為咗幾條臘腸去挑戰法治呢？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成日鍾意北上掃貨嘅長輩或者朋友，因為佢哋可能仲停留喺舊時代嘅觀念，唔知依家海關科技已經進步到呢個地步。我哋下次再傾更多實用嘅生活資訊，同埋踢爆更多陷阱。大家記住，安全第一，守法要緊。2026年，做個精明又守法嘅香港消費者，咁先係最醒目嘅做法。過關嗰陣，正正常常，兩袖清風，咁咪行得心安理得咯。唔好等個案實錄入面嘅第501宗係你自己啊！